後個馬匹咧就係呢隻魅力之耀噶，入正着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手到再來嘅，中間追上嚟有龍城精將曾友同埋加州勇勝啊，出邊呢仲係未轉腳喎，幸運派彩都上緊，馬林中間仲有鐵金剛，最後百零米龍城精將透出追緊佢嘅馬，有鐵金剛曾友喺佢外邊，最出做嘅就係幸運派彩，最後50米都龍城精將依然係佔先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曾友啊，鐵金剛第3。幸運派彩都係唔轉腳喺外邊追上嚟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龍城精將咁啊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啊，亦都獲取到150萬嘅特別獎金啊！曾友跑第2，鐵金剛第3，外邊幸運派彩跑第4。結果就大熱取勝啦！龍城精將第2名咧落班都發爛啊！呢隻曾友第3啊入邊鐵金剛，第4出邊幸運派彩。繼曾王之後，咁啊曾友都可以跑到一直啊，冷位置又係冷腳喎。係啊，70幾蚊嘅位置啊！呢隻曾友派彩都蝕得緊要，真係好多飛啊！